办这个活动，我不跟政府拿钱，我寻找跟我有相同认同的人，然后做这样的事情。原住民事情不只是原住民的事情，我看到吴宝川老师用原住民的小米酒酿做法国面包，得到世界法国冠军，世界越大冠军不是法国冠军了，法国是冠军，法国面包啊，他也不是原住民啊，可是他就知道这样的发展。或者是导演也不是原住民，可是他就用原住民的历史题材拍电影，得到6亿多元的投资。我在想，原住民根本就是绩优股嘛。我们只是缺人家投资人，请投资我。我会用心栽培我们部落的弟弟妹妹们，好让你们有投资的机会。也很欢迎大家可以跟他们，或者是彼此认识一下。原住民的族群很多，不是只有阿美族。我没办法决定我出生在哪里，我也没办法决定我是哪一个族群，但是我开心，我可以这样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尤其是跟大家分享我们自己的文化。谢谢你们。最后一首歌，我们的约定。很难你看话，很难的交给实力的人。有次在看。